在美老偏度染购属用新丰村嘅五个天打铁，纪录片后染休村年在后去年新丰村记录在面嘅生活，无论刘景德介用市政为动手政府嘅补助，老整体工作进度太慢，除此加强关注来整体，为加掉个高老五个肉众多争议，认为也是系记到与世界生活经济来源。太靠近了，不要太靠近。也亲切嘅提醒上，系啲嘅八八风采屏东新丰村嘅所在农民来嘅，佢哋本太水淹过嘅做下，佢吐炭讲，伊两家嘅天气都冇咧，一下电服都做唔得起人，生活都变成了问题。一份起都2万條，5份起都2萬5條，現在不用都2萬人，啊要ทำเงิน足咯，啊打田咯。入ไป爸仔來嘅，有嘅水危河，公歸出過。烏嘅農拿定到嘅老本太水應該免提嘅烏嘅獨體，就係希望做啲前度烏嘅項目快提嘅部分。唔過停定到嘅一擺嘅倒下去，農民嘅心肝未停定上線，因為佢哋看到嘅就係一條一條全部免提嘅烏嘅。整地看有没有能申请整地这方面的，某一个小事啦，多了某一小，你多了某一个小事，那点我总咧有一个时间啦，某这个智慧来用哦，给时间较无啲啦。為到愛啲2年過後，個政府用嘅農民嘅體冇定政府嘅補助政策，先自家來整理。也把嘅天災冇本佢條標題希望，就算生活行較艱苦，農民都冇因何怨怪，還希望做得同台灣嘅所在民眾共下面對災後重建嘅問題。客家新聞綜合報。